所以我係好期望，我亦都係非常之有信心，做手術過後，我係可以睇得返呢個世界應該有嘅色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歌手 Alex 洪傑。其實今年咧已經係我入行嘅第18年啦。喺過去咁多年裏面咧，我一路都係戴眼鏡嘅。其實都有好多時候唔方便，同埋有時候如果真係唔能夠戴眼鏡，咁我當然我睇嘢唔會咁清楚啦。咁好自然咧，我睇嘢會皺眉頭啦。咁喺鏡頭面前皺眉頭就唔好睇啦嘛。近年咁就開始發覺自己可能因為嘅年紀開始唔細啦，見到有留意到自己即係睇手機嘅時候嘅情況咧，開始要好似我阿爸咁樣睇啦，開始要離遠睇啦，咁就發覺開始咧原來有老花嘅出現，所以我就最近就萌生咗一個念頭，想做咗一個矯視。其實首先咧係我一個同行，我一個娛樂行業嘅一個同年出道嘅好朋友，咁佢介紹我認識嘅。當然入到嚟嘅時候，所有嘅招呼嘅工作人員啦、啲護士啦都好親切。呢度當然亦都係識講廣東話嘅。同埋一啲醫生咧，佢哋都好耐心、好細緻咁樣同我解釋，即係如果要做矯視有幾多款唔同㗎，一啲唔同嘅位置或者自己要留意嘅位喺邊，都好耐心、好細緻咁樣同我講解咗。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，因為開始考慮要做矯視啊嘛，所以我經常都會除咗副眼鏡，雖然係睇得唔清楚，但我除咗副眼鏡去睇天空啊，睇啲樹啊，我發現到自己原來係好多十年都冇見過呢個世界真正嘅色彩。咁所以我100%今次要決定嚟做啦，所以我係好期望，我亦都係非常之有信心，做手術過後，我係可以睇得返呢個世界應該有嘅色彩。